有办法回到150年前，也没办法去改变150年前的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想要长出来的样子是什么。不管是求和还是应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在坚定自己的一个立场当中，然后在维持和平，然后维持所有的共荣、共存、分享、分担、分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能够一起为这片土地做努力的那个周期度，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更多在这片土地上面成长的台湾人，成长的排湾族人，成长的原住民。会来这讨生活，拢是甲咸路照命，甲天照打。嘿，阿姑，迄个袂死啦！Dai trovare che ma si dava. Volita Navarro Cora. 史诗级台剧《斯卡罗》取材真实历史，故事背景在1867年，有一艘美国的商船罗妹号在台湾南端触礁，偏偏很刚好的搁浅不在清朝政府管辖的廊桥地区。嘿，我的把你想江湖打鸟，把你！当时的廊桥地区就是现在的恒春半岛，由斯卡罗大骨头统治这里的商贩。而罗梅号事件发生后，闽客平埔族慢慢硬起来，在这里抢夺生存权。咱叫人做决啦，天公唔放尿欠雨，水无贵。Ya, na kemet sonda tiama dua maribu-ribu. Senana siriku sa kumang tianaan. Setuntun araba sa turun pau. Aja kadunangan. Kaliya makatia pa sa jangayaan. Ama tupetu, Taterovu apa orang ilisu? Siya, pakai yang anak siung kio. Tuni mijas karo ka jenanga isu. Ay. Sala pala kajunangan itulong pa panumaya. 阿姑，你冇同我見到？福康人在剧中身为闽南人，但为了夹缝中求生存，常周旋在阿多拉清军以及部落间当调解人。迄个人啊，甲陈反水通领波，敢若伫要搞去啊！我来替因排解。有当水嘛？浑水抢流你牙铁，牙铁不是才水哦。阿舅讲的啊，老三番的평的通梁坡不满呢。这茶啥？这玻璃，啊，这是通领波啦。阮写了伫遮，这个通领波吼，就遮拄好。就卡咧玻璃甲茶城的中，互两位阿兄真无补贴无咯，逼甲袂当喘气。啊，你做下通那布了后，阮茶城的人，到底烦恼讲恁客人会拍过来呢？通那布纵远地界中间嘛，大家小讨论，喘一口气，水咩嘛是会当喘气啊，水嘛会当流对通那布，流对布了。对啦，会来遮讨生活，拢是甲咸路照命，
甲天照大。阿 Q 讲呀，大家容易扑啦，好吗？风领部的客人啊搬走啊，这边田啊，可惜了，会当饲我两个社寮咧。阿姑，迄个袂死啦。汉年是加甲田无够食，汉子只是会当食饱肚的，白米才会当饲我人，饲我真酸啊！斯卡罗日前首播家贫如潮，最高收视冲破2.89，连咱们小英总统也是斯卡罗居民，在脸书倒修吧，用行动支持台湾戏剧，吸引7万人按赞支持。